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高本。屏东太武山有许多的咖啡园，像我手中也个咖啡也是其中一个咖啡园哦。不过，一个咖啡园改变了佢个头家阿叔哥佢个人生哦。係樣辦改變的呢？地方有樣辦的故事。今日大家同我共用泡一啲咖啡也係茶，拿頓呢，我哋共下來談看下阿叔哥今次佢來分享佢個咖啡人生吧。馬上來分享我哋阿叔哥。主持人，各位觀眾，大家好，我係吳金柱，今日喺做咖啡行業。歡迎阿叔哥來到我哋節目裏邊，頭到開始都係直接有講大家講吼，人個咖啡可以批頓阿叔哥人人生故事嘛。喺講人故事之前，先請教一下阿叔哥，你係竹田人錯冇？你頭到有時候嘅講來自竹田嘛？我係世世代代都係竹田人。以前祖先都係喺竹田，竹田喺度係搬到屏東，我係第一胎搬到屏東嘅。因為我係種咖啡時節，竹田更加算可以講落寞啦嚇，因為人家過少，我交通乜都唔方便，嗰時候種咖啡後都搬到屏東喺嚟。安尼阿叔講，這個本來係馬上係工作嘅時節就有嚟種咖啡，還係講係工作之後再嚟專種咖啡。你之前有做過其他嘅工作嗎？我以前喺做種茶時節，都喺度竹田，那邊搬到屏東嘛嚇。因為我哋搞茶時節，認識泰武嘅牧師，伊有泡咖啡，請我哋試啦。其實我過討厭，我以前過討厭咖啡嘅。等一下，阿叔哥，我聽到一個佢點樣？你講你以前嘅工作係同茶有關係，你嗰時候係賣茶嘅嘛？係做。賣茶嘅，不過賣茶嘅嚟講，我哋認識嘅業務大部分人都會食咖啡啊，佢交流嘅有一種皮到年下嘅時候都泡咖啡啊，請人下食一度。冇想到唔係唔好食咖啡呢？有個對唔好似苗位專做嘅咖啡有乜嘅影響冇？係錯，因為當然人家食嘅咖啡，攞杯點樣賣全部都過生皮啦。嗰時苦度過沉嘛，嗰時過苦，食落過苦，浪費錢，口感又過差。我食到嘅牧師嘅咖啡以後，感覺一個咖啡用好深哦，都心動嘛，都問牧師講，人家咖啡哪來咯，哪買來咯？個牧師講，唔咩我哋山上即係種嘅。嗰時隻嘅牧師係同日本都熟識嘛，係人家朋友，也係講也係人家人客。我哋茶主嘅人客。因為我認識一段時間咧，一次冇泡咖啡嘛，嗰時候我哋講，泰國咖啡用我要按度，將我哋泰國冇人啲推廣，那邊有種牧師參詳講，我哋試種可能嚟啦，個牧師都反對，你講唔知係冇眼光，咖啡佢冇賣，冇種咖啡啦，人家條路偏按好條路唔是轉變下嚟啦。因為我食到一咖啡後，感覺一個可以推廣出來嘛因為口感乜嘅都挺好啊。因為我本來都做茶對一個形象有關係啦。都可能很容易做下嚟。阿叔哥，你這個原本唔好食咖啡，前面有講到，係原因係講攞杯咖啡，一般嘅咖啡人食可能會感覺過苦係咪？過苦味道過重安尼。錯，味道過重。食起來唔係過舒服啦。喉嚨嗰度負擔過大。會卡頓，有時把卡嘅下馬過安尼。走。因為過苦都會感覺。一個東西過浪費錢佢又冇食，做乜多人食，奇怪，
过我哋一個牧師跑去隔壁，奇怪用我完全冇去講，原來你這個種嘅，這個種嘅，我喺度問到，這個既然這個種嘅，一定對營銷方面唔免嘛規劃嘛，佢就做唔出名啊，應該先更加觀念來做，應該會可以發展啦。那美如同牧師參詳，仲係隨前梯啦，前梯嚟做嘛。因為一個體位一定要種喺山當個。阿叔哥，安尼發牧師今年牧師種咖啡，今年有喺賣嘛？有得賣。嗰時候今年係講冇喺行色，講冇名嘛，錯冇？冇品牌。都賣深度。賣深度冇品牌啦。賣本人㗎。賣本一般嘅商店嘛。賣本人一般嘅店嘅安尼去賣啦。嗰種嘅都因為這個冇品牌嘛。佢就在賣嘅方面收入唔係嘛幾好少。佢就如果講，如果我同佢講難本冇做嘅行業，都係因為而家經驗都係。咖啡唔俾我賣，其實做一個前輩嘅想法嚇同經驗同講，絕對好冇安尼凊彩都攬恁來，冇地下咁撩喺暗度嘅錢，唔要嘅。唔過阿叔講喺上海種咖啡嘅時間，差唔多1度生工作嘅1度年。佢係已經59歲啊！哇，我60歲人哋講啊，我退休嘅呢。因為一個東西嚇，咖啡一個東西啊，變到應該可以推廣，應該可以推廣。神康，睇神康身體要個健康，總係神康嘛。嗰時候都變到貴行可能話嚟啦，都再下去了，再下去種。如維持原本賣茶嘅工作，在種咖啡，也係講嘅賣茶嘅工作都掂下來，都全部專做嚟種咖啡啊。有一種5分地來試種可能話嚟啦，面到種嘅以後，都係一個麻煩咯。因為陸下人全部都門外漢嘛，佢就沒嘛佢固定去種啦。我下面就講，東西按好，應該用行銷嘅一種嘅方式來做可能話嚟。都讓開始種5分地嘛，過種5分地種前1-2年，因為模擬輔導，這102年嘅時間，客委會都好有辦一個甄選，都係客家特色嘅甄選啦。底部有一個台灣上嘅全台灣嘅行業，全部都客委會嘛，都。有一個提案，經過屏東科技大學一個執行，全省1000空間的客家嘅廠商，都比賽嘛，比賽，係有得到爭取200家商家啦，全省啦，係有被爭取到特色商品的入選啦，可是102年入選嘛，有送設計，同包裝啊，送一個包裝，有天燈嘅包裝，有個客戶會搶設計師仲係設計嘅嘛，嗰時就做嘅啊，設計除外，要送1000嘅用品，1000嘅一個紙盒俾人嚟啦，如果是客戶會有入選以後，客戶會有辦，也係客家產業博覽會，在南港展覽館，加留一陣做嘅時間，明年就有辦，我哋家開始會展覽咧，我哋家因為咖啡一個東西，一定可以攞杯行，讓可以認識個東西，消費者讓可以過了解。咖啡，我用嚟去食，用嚟去買嚇。因為我哋出門做時間，
出版做时节，俺哋因为唔晓得嘛，出版做时节，俺对生培、生前培、前培，去落去烘焙。那么俺哋喺展览时节，都到消费者直接同人讲，人家咖啡咩咁好食啦，我哋個快睇，嚟用買啊，咱咪如再去學，多多有社大，去3年，多有社大嘅招生，我哋去學，用嘅烘焙，用嘅做，那開始再重新調整一個做嘅方法，那麼多可能方式唔錯，佢是做前培嘛，以後伊展覽路然後回饋路過多嘅啦，因為咖啡為安尼做如果是個順口，一方面順口，另一方面如果有綠原酸，個對身體會有幫助，會大啦，容易慢慢的，更加過多年下。有差唔多1000個年下，嗰時我哋全身都做啊，全身做，因為我哋經濟部嘅輔導，屏東縣政府，個經濟部，個台灣百大，我哋都有嗰度官方輔導，嗰時我哋帶落去展覽。都頭阿祖講分享咧，講頭下開始種咖啡都更加一個太快，而家嘅咖啡認證嘅故事有都有講分享到講，你睇人其實也冇唔點講種咖啡要用慢種嘛，大家也冇乜嘅支持。自家睇種嘅時節啦，有先去搶購嘅牧師冇，今日有聽到教用慢種冇。我要搶購牧師，用嚟種，用嚟種，用嚟去管理啦。不做方法，我哋即係調整。這個係去試過啊？係，即係調整，即係調整以後，咱可以接受本一對人係接受，因為原來牧師一定行嘅也係冇，同人哋行嘅也係冇重要，一定行嘅也冇乜嗰個事啦。同人哋比較多，我哋而家行嘅要比人嗰個事，因為我哋要調整，用去改變行嘅方法，用嚟去做方法要調整。佢能做以前頭擺嘅嗰種土法嘅，講最原始嘅方式可以點都好嘅，唔一定符合講人更加年下嘅口味啦，係一個更加嘅技術嘛，錯冇？哇，觀眾朋友，原來人哋太湖山阿祖哥佢嘅咖啡係安尼來嘅喲，唔過聽講阿祖哥還有更多精彩故事，大家先休息一下，人哋繼續嚟同大家分享哦。阿祖哥到59歲時節，喺香港我嚟種咖啡，應該是冇簡單吧？條到同安尼分享，感覺真簡單哩。不過地杯到底有兩辦嘅困難呢？人哋繼續嚟請教阿祖哥咯。阿祖哥，人哋第一講按到歲嘅，將來轉換跑道嘛，你睇人也冇乜嘅支持。不過後續面行係堅持下來，做到有成績嚟。可以請教一下，自家喺更加經營嘅個農業啊，名嘅真貼片咧，按到乜嘅名有乜嘅意思嘛？我哋玩新燈有客人嘅嗰種嘅文學意思啦因為客人做乜會客人，我本有按到客人一定話講下因為人哋祖先啦，如一次遷移嘛，喺遷移嘅中間，如不應稱呼客人嘛。一次喊客人，都本身很多客家人咧。也遷移之中因為遷移嘅時節，而家地方一站嘅地方全部都過偏僻，過偏僻嘅地方。佢說過偏僻，咁佢來，都我傾做，也係
讲起来嘅種嘅男音啦吼。嗰時候有很多，我做一個聖誕班，聖誕班嚟慶祝，發俾他人分享，講起來啊吼，因為講起來是個聖誕嘛，我說我一個名係攞鹽城，我中央等於講一個來出來，好地栽培，好地撫養，安尼，你等於天然飼養咁樣，天然飼養意思咁樣啦。種重要嘅飼養吼，當做人嘅來嘅咁樣，好好保護佢啊，希望講佢可以順利大啦。吼。阿祖公，這個前面也有分享到，我種咖啡嘅時間，7%嘅太武山也講山蛋糕吼，主要5分田來管理來種嘛。這個年紀安太，怎麼個一天我種下摕山蛋糕，幾有乜個容易嘛？這個摕個種唔會感覺真困難嘛？人哋講山蛋糕都斜山坡地嗰種嘅，係啊，怎麼個會唔要堅持摕山蛋糕種咯？越行業有一種嘅精神，硬頸嘅精神。一個對我嚟種咖啡，對我哋事業嚟講，佢太幫助，一種嘅文化啦，嗬，佢太幫助。一個俺種嘅目前種嘅咖啡，嗬，叫做阿拉比卡多品種阿拉比卡。日本人呢，日本人差不多100年以前，對夏威夷拿來泰武品種嘅大武山試種。我哋探索咖啡市場地個，原來種嘅山蛋糕，因為阿拉比卡多也原生種啊，也原生種嘅伊索比亞，200年以前，讓本人遷移，如到處世界去播種下嚟啦，因為一個品種，日本人對阿拉比卡，咪對夏威夷拿來台灣試種嘛。喺探索結果，我可以講原來一個阿拉比卡多，它的原生種，如果喺伊索比亞，伊索比亞地方如果山蛋糕，因為個嘢種裏面做一個緯度，如等於人哋屏東甲你以下嘅緯度，北緯23度，它就如一個咖啡帶，等於一個咖啡帶專門種咖啡嘅地方，阿拉比卡多如果一種嘅地方種嘅嘛，而種嘅山蛋糕，因為日夜溫差，北緯23度屬於低緯度，低緯度你山蛋糕種嘅話，日夜溫差會夠大，人哋大武山嘅緯度嚟講，北緯23度嚟講，而家日夜溫差用嚟形成嘅呀，山方每100公尺，山方每100公尺，會差唔多差0.6度，日夜溫差不到20度，會差0.6度。我種喺1100嘅地方，嗰時候差唔多差6度到8度。一個體位，一種嘅體位會產生光硬，比較結實嘅形態。如果是，個最主要山蛋糕有一個幾好嘅環境，我講以後。空氣好，個無污染，有啲小歷史吧。嗰時候人哋咖啡也種嘅時間都會前根，屬於前根嘅啦。嗰時候放下嘅時間，萬一倒下來冇板葉，板葉嘅話，你扶正啊，如果是嘅。我頭先講對5分田，更加種多兩甲，我3甲。哇，安太哦，兩甲7啦，我3甲。有人講，大哥，你繼續做，唔敢付嘅菜，嚟生產嚟賣下嚟，付嘅菜結果都出來。冇人到講，我在做嘅時間，我都拿新人嘅苗誒，新人嘅也苗種啊，落去種，嗰時候尼天然人都可以數上嘅呀，尼都唔是等佢叫，唔是對苗嘅佢是種嘛，唔對嗱買，如果山蛋糕嗰度好買啊，買苗嘅，佢全部阿拉比卡多，
種去3年以後，人家是嗰度農家嘛，就講最後都做有機認證啦。有機認證吼，點解？因為我哋種嘅散蛋果嘛，嗰時候而家周遭環境幾好啊，嗰時候唔會被污染。個田野嘅嘛。係個田野，因為種嘅散蛋果嘛，嗰時候離大下已經全國工廠嚟啊，嗰時候幾好去做有機認證啦。有機認證咧，而家逢時吼，農糧署規定啊，如果飲奶，個飲樹葉嘅，個飲水，個飲咖啡，你全部要通過無污染，都冇農藥啊，乜都冇重金屬啊，咱可以拿到而家證書，係做2年嘅，點解做2年？點解有機嘅部分已經做2年啦？其實調下嘅時間還冇意識到有嘅部分都還唔前種有機嘛，吼。家還冇做有機，所以嗰陣咧名係以前到新丁咖啡農園。人家因為咱個有做認證以後，咱個新丁有機咖啡農園。真塊是冇強嘅。這個您這喺管理一個散蛋果嘅咖啡園，係唔介意呢嘛？年紀安太唔剛有發出好管理安太面積嘅。人生啊，有捨必有得啦。你有捨才會有得。句話佢食材，你有講啊，因為種嘅散蛋果，第一，人家睇你冇好嘛，你生產人可以，最主要我哋要請原住民。散蛋果可能。散蛋果有請2個原住民啦，請原住民長期嘅配合，因為長期嘅配合，嗰時我哋有乜事情提講，我要除草，我要剪枝，我要施肥，同原住民講，如果搶工人啦，如果搶一啲附近嘅工民同我哋做，我哋讓再分工錢。不要就農民，嗰時候唔係像你這個一類人，想講，那有可能講年紀安太，還一類人管理安太，未免太辛苦了吧？係嘛？從我哋做有機認證嚟講嗬，因為我哋冇用出產做機嘛，全部用倒嘅嗰啲咩，用除草機啦。從我做兩甲人嗬，一個地方割下地，割喺嗰邊去，入邊要上草嘅。睇下嗰個共同有機嘅經驗，攞嚟按嚟嘅除草係一個大問題。這個大問題，差唔多半年都除一次。差唔多4年啦。人家田的話都國家旱田都講唔上，因為人家田不是落雨嘛。嗰隻落雨一個草都個夾上。你除了這除草嘅問題之外，個散蛋果嘅品種可以咖啡品種可以有嗎？嗰樣做冇？品種可因為嗰冇按到品種嗬，因為我舉個例子啦嗬，像我哋散蛋果我有4種乜嘅，種菜瓜，我有種菜瓜，都去感覺一下品種係有問題嘛。我種菜瓜，結果平地嘅菜瓜嗬，都愛爆嘛。我種嘅散蛋果菜瓜唔是爆，都唔會不要的病菌去侵入啊！可是按你都第個2年來散蛋果，可能有日夜溫差，而家個病蟲害如果少，咁我哋沒有預防啊，我哋沒有預防，嗰時我哋要做一個防治病蟲害嗰種嘅工作。含 TPV 都按嚟含吃看那些品種，不過最尾吃好嘅時間，咁發現講，真是散蛋果嘅環境同散蛋下冇共用，品種可以嗰時候等於講唔能在推廣有機嘅時間，起點喺散蛋嗬真係非常嘅優勢嗬。都講因為嗰度環境嗬，我初成抹嘅，佢全部都係因為而家環境影響嘛。嗰時候都變嚟講唔能用喺預防。用嚟去處理，因為散蛋果而家空氣真係講過嗬，嗰種係咩希望講當然迄種有來品種，可以散蛋果行下。
观众朋友，没想到俺阿祖哥唔但将其他嘅演的地方有客家的意思，连佢经营咖啡店有客家的精神喺地方呢，真是本人该佩服个。啊，不过还有更多精彩的故事，家陣休息一下，繼續來同大家分享。前面聽嘅阿祖哥佢分享嘅故事，其他嘅咖啡原來有一記嘅特色呢，都係講起咧喺山東哥，天然咧又係種油機。啊，不過開頭嘅時節，我留意咧阿祖哥其他嘅咖啡啊，其中地杯味道唔但將係安尼呢，其實嚟強調其他嘅咖啡還有兩百冇共樣嘅地方吧。阿祖哥，前面有講到嘛，這個係種油機嘅咖啡，咖啡又拄到好喺睇山東哥阿拉比卡嘅品種。啊，不過台灣嘅時節，我有時泡嘅咖啡嘅味啊，真係真好飲呢。除了做一個淺焙行喺冇暗沉之外，有啲咖啡還有兩百特別嘅地方啊。最好，人哋種咖啡出嚟種出嚟嘅咖啡，一般喺市面上啊，都冇去托，嗰時候托頭嘅啦。因為咖啡沒有嗰度含頭啊，因為講啊，因為有瑕疵。壞嘅有壞嘅，地方有壞嘅。因為一般嘅店啊，一定批發來賣嘛。嗰個有啲工廠嗰冇人注意啦。因為我哋是因為最終都賣到我哋這個嚟管理嘛。嗰種我哋一定要注重也品質，最主要攞托頭嘅，托壞頭嘅托係。因為你冇托嘅話，啲冇練，咩個冇練？譬如如果講人頭嘅做冇辦法做淺焙，因為淺焙地方幾好看啊！看一目了然，如果講地方有壞頭嘅冇壞頭嘅。嗰時一般市面上嘅咖啡全部都中深焙，因為全部行喺共樣，全部行數無數數啊！嗰時都看唔出有托頭冇托頭啊嚟啦。最一個過程地方都係影響到人哋嘅口感。天然如果講我哋用日曬法，日曬頭係去曬。頭係有3種嘅做法啦。打開嚟以後有3種嘅做法，製程有3種。第一路日曬法，第二路水洗法，第3路出面處理。比較難做嘅都係日曬法，因為人哋何謂日曬法？都係帶皮摘下嚟以後，風摘下嚟以後都可以曬，都可以曬。第二唔摘下嚟以後，你輔導。將烹頭嘅輔導，用水輔導，烹頭嘅輔來，烹頭都唔壞嘛。品質講唔壞，因為地杯冇頭嘅，槍皮冇頭嘅，嗰時候會輔來嘛。你咧陳皮來都會過層嘛，過層然後輔導以後都拿過去曬，攞火去曬，鮮果跟住就鮮果啦，鮮果一曬因為鮮果地方有酵素個果膠，嗰時候是不是嘛？都會曬，嗰時候因為是不是？嗰時候曬過久，寒天嘅天氣熱到冇爛，我攞曬差唔多72日左右啦，曬2個月左右，那會早水分都是一吐，那可以保存，那唔會壞嘅，也都係種個日曬法，因為你曬過久。嗰時成本嗰個啊，你要長期曬，即係曬又可以，不過下班我有其他工作要長期曬，曬到12度，讓佢保存下來。另外一個水洗法較簡單，水洗法如果摘下來以後，將個皮脫開地，將脫開地，泡水，給到就生豆嘛。因為脫下來時嘅黏。咖啡黏，因為地方有果膠跟酵素咩，嗰時會黏。地方泡水泡15點鐘，黏嘅東西會離開水啦。變
变深度愈粗的啊。哦，那继续水洗吧。这种因为伊无皮的嘛，佫说佫晒，晒差不多1礼拜，你可以晒走的啦。佫加个防水，佫加防水，你另外一个蜜处理，因为蜜处理吼，你脱皮后，那都等于缩起来，并且发酵，发酵以后再拿去晒，等于脱皮以后发酵去晒，佫说有3种的处理方式，个做埋我用日晒嘛，因为日晒嘛伊果胶跟酵素原底皮方嘛，无离开透的，佫说伊感觉我有个果酸的味道。原来现在日晒法讲，其他个米头吼，会分其他量的，佫无共用，佫无共用。安尼阿叔哥，恁咧咖啡既然有按多的优点啦，恁自家有缺点的，也係講貼迄個行銷的方式來賣個咖啡冇？講到一點吼，如果我哋做茶學來行銷方式啦，錯。因為咖啡吼，進口都有幾多嘛，佫說你對信用的去競爭，個困難，佫說你要接觸年客。個困難，你缺點的吼，等於講缺點的嗰個冷冰冰的一個地方，缺點的因為缺點的你等銀行咧，但係要主動出擊啦，要主動出擊，你主動出擊意思講，你去弄杯展覽，你讓我認識人家產品，就你對銀行直接接觸嘛，因為我聽說講到講我哋有官方的輔導，嗰種我哋現在展覽。都唔是免費的啦，像我哋南港展覽館、世貿會館、特別希望廣場，嗰度都唔是錢咧，你等於講，有輔導，你可以去按你直接去等於存錢都做噶啦，等的去啦，吼，等的去買，因為咖啡吼，競爭的原因啦，佢說你冇去俾人客感覺人家東西特別好。冇法爭取人客嘅買賣力嘛。佢說人家東西愛好，愛做模樣，聽人做有機認證，聽人哋學做前排嘅方式。條都跟按你講嘅，唔係無店面喺度賣，喺舊司機喺度賣。除了按你，唔係還有其他行銷嘅方式嘛？因為唔係像舊司機應該收入也冇問題啦，一定還有其他嘅行銷嘅方式吧？一般吼，因為今日對栽培各方面，我哋希望喺展場得到人客有個回饋，如果今日我哋講到講我哋總共有1000人人客，佢全部嘛栽培啊，全部貨到付款，可以栽培，我說我哋呢東西俾人感覺到，什麼種，而且咩種咖啡。咁唔好講我潛到一種咖啡啦，嗰時變習慣咧。嗰種我哋最差唔多有展覽多件，差唔多1000件以外嘛。我哋一種嘅旅客，一次多件，或者栽培啊。除了老嘅人客之外，今日會科技人去放鬆講，其實我認識嘅咖啡唔會差，今日會同聽數放鬆安尼啦，吼。除了科技嘅人客之外前面人也有講到，第一擺買咖啡嘅時節，有人客同反映講，你哋咖啡也冇改好食，嗰時節應該本意咧改太大件嘛。還有時面有其他人客拄到講本影響過怎麼有鼓勵嘅也好，還係講有其他挑剔嘅人客有本影響過怎麼？我哋更加好。因為咱落去展覽嘅吼，嗰度人客攏嗰度感想啦吼。因為我哋就講到講我哋睇因為習慣嘅，習慣嚟後，攞杯咖啡唔免買過事嘛。嗰時我哋一段時間冇去展覽吼，我打電話講，等陣叫我就特別攞安尼啦。嗰時一種人客也幾多，嗰時我本來感覺到原來。
咱来做一个行业，吼，天也会做出品味，天也会用坚持的精神，好，那可以对他们有一个好处啦，啊，买卖意愿可以过安尼啦。安尼讲好来，就像阿叔讲遐个咖啡吼，迄果厂种咖啡的果厂，就像适龄咖啡腔个，天后下去吼，可能迄国富的，啊，不过适到米的时节，其实个尾韵，迄回甘，有回甘的感觉，系咪？你自家的感觉系安尼嘛？错。啊，最咖啡吼，有个东西啊，天如果讲，你有本人还感觉，人家东西有适到以后，对一般市面上我们看到嘛，如果回甘，啊个顺口。哦，啊，我有些把微酸的感觉，也种一种诶，吸引人的地方啦。因为就是微酸一个东西哈，佢也喺中跳中速地方啦。因为高山岛吼，比各有安尼口感，天如果講以日曬風法來比做出一個咖啡嘅一種嘅感覺。你嘅選擇嘛。阿叔哥，對你來講吼，作為咧人講唔係講中年哦，係跟老年專業嘅前輩來講，假使講有個人咁樣，像咁樣想要來臨時來種咖啡啊，就你自家嘅經驗，你可以俾大家乜嘅建議嘛？因為嗰個行業吼，其實創業起頭難啦，尤其是對人開始嘅啦，一竅不通都打出知名度啊，就是一種嘅精神啊，個堅持，天天你有創出用嘅以行銷方式，用嘅打入官方嘅輔導，一個種重點，你冇安尼精神，冇安尼想法，都冇辦法去發展到差唔多都很嗰種銀行，對公共發展啊，都對照顧人哋。就是講頭下時間要有這個目標，然後再來利用這個手邊所有的資源，想辦法把這個要做的事情圓滿做好來，然後堅持下去，等可以像阿叔講安尼咁樣吼。雖然係山東哥種咖啡，唔過種啊更加有滋有味，也幾好嘅啦吼。觀眾朋友，今日阿叔哥嘅故事係咪請本大家感動呢？吼，阿叔哥佢阿個咖啡人生啊，真是就像佢種嘅咖啡咁樣，天下嘅時節食下去，雖然講苦，啊唔過好些味佢阿個香味同甜味都出來喲。今日再一次感謝阿叔哥，今日帶來安好啉嘅咖啡同安精彩嘅故事嘅，多謝你。感謝主持人，感謝各位觀眾，約閒來屏東太湖山行下。好，我喺行了之前，更加最重要嘅先停頓欣賞，來運動一下咯。希望我哋歡喜來節目嘅朋友，記得點讚天客家電視台嘅頻道，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喲。